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本地4月望整雨，5月无大土，啊那6月火烧补。现主时闰2月煞可花无落雨。人讲天无雨，人无补，无路就人家己来想补，想讲拜神来求雨。到底就要拜何方神圣，安尼才袂耽误。另外求雨爱安怎求才有帮助？老台语讲新闻，咱的时间交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。最近伫台湾欠水的情形是真严重，人讲天无雨，人无补，啊，毋过人无法度控制咱的天气，所以伫全世界，不管什么的国家还是邻境，拢会出现有求雨的仪式。阮上早会使看到，伫埃及、还是印第安、还是古文明，一直到20世纪的巴利干的国家，拢会出来跳舞，还是表演，希望天公伯会使落雨，有雨水，因的作物落袂打死。一直到即马，有一寡非洲的较打扫的所在，即马阁有即种求雨的表演会出现。伫古早的时阵，古代皇帝甲天公伯求雨，这是只有天主会使做的。民间的百姓袂使直接甲天公伯来拜托，所以因会甲龙王还是乌壁来拜托。因认为讲云是龙，风是雨，而且因阁有龙王是管水，乌壁是管雨的即种的观念。啊，毋过伫台湾，其实龙王还是乌壁是较罕咧看到。阮定定求雨的时阵，咱是甲妈祖还是神风爷来拜托。阁有一句话叫做是大道公风妈祖保护，意思就是大道公生日的时阵就会透大雨，妈祖婆生日的时阵就会落大雨。台湾人若是爱求雨，神明就爱拜雨着。阮定定求雨，就是爱拜托妈祖还是神风爷，嘛有人会拜神龙大帝、观世音菩萨还是三官大帝，是全台湾的求雨的仪式。大部分都是迄个所在的市长来主持，要安怎进行呢？这个方式就是会念祈祷文，还是摕物品出来拜拜。再来再看到，伫2021年3月7号，大家定南宫的时阵，就举办过求雨仪式。这经过58年了后，搁来举办的，因为大家的妈祖搁叫做是雨水妈，伊出巡的时阵到的所在，迄个所在落会落雨。搁有即句话叫做“大马定殿，二马吃便，三马出阵”。一般来讲，大家的二马是负责坐镇伫庙内底，无较简单的出马。若是二马出马的话，表示台湾的欠水的情形是非常的严重。我会使搁来看到求雨仪式，嘛爱准备甲真认真。伫求雨之前，所有参加的人拢爱斋戒，而且呢，这衫爱穿白色的。伫祭坛的所在，搁爱甲一只纸糊的鸟仔甲挂起来，这只鸟仔就叫做双牛，传说迄是一只神兽，只要一出现，这天就会落大雨。个看到，阮嘛会使甲一寡旗仔甲挂起来，顶悬阁会写着是“皇天降雨救万民，保护四海龙王”，表示讲百姓有决心，希望天公伯会使落雨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，即摆来甲时间交幸哦，以上主播。